大家好，歡迎收睇 Girls Mood。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今日將會為大家報道3宗消息，分別係何雁詩首度回應被指做第三者傳聞，薛家燕公開力撐李家鼎斷絕父子關係，同埋黃智賢夫婦喺銅鑼灣放閃被網民捕獲。第一單猛料，我哋首先嚟關注一下藝人何雁詩同埋鄭俊弘呢對夫婦。講起佢哋呢兩位，由2017年公開戀情開始，一路上真係伴隨住非常之多嘅風風雨雨。當年鄭俊弘被傳媒爆出背住已經求婚嘅富貴圈外未婚妻，暗中同同門師妹何雁詩行埋。呢件事喺當時引來全城轟動，何雁詩更加一瞬間變成千夫所指嘅第三者，導致兩個人嘅形象同事業都即刻跌到去谷底。雖然當時外界有好多反對同批評嘅聲浪，但係佢哋兩個人最後都選擇共同面對，排除萬難之後喺2020年正式拉埋天窗。結婚之後，何雁詩喺2022年生咗仔仔鄭贊廷，英文名叫 Asher。依家仔仔已經4歲大啦。最近何雁詩作客伍詠薇同埋李海賢主持嘅電視節目《九運會客室》。喺節目嘅辛辣提問環節入面，佢罕有地非常正面，而且毫無避諱咁回應咗呢段當年極具爭議性嘅感情風波。主持李海賢當時單刀直入，拋出一個非常之尖銳嘅問題，問佢如果依家可以回頭，喺一早知道男方有未婚妻嘅情況之下，佢仲會唔會依然揀鄭俊弘呢？何雁詩聽到之後沉思咗幾秒鐘，然後非常坦白咁講，因為當時自己係完全唔知情㗎。佢更直接表明，如果自己當時知道晒男方所有嘅感情狀況，自己係絕對唔會選擇同佢一齊。何雁詩繼續透露，雖然自己依家嘅生活過得非常開心，覺得老公大俾佢最大嘅祝福就係生咗呢個仔仔，呢一刻好高興可以擁有一個咁美好嘅家庭。但係如果淨係回到當時事件發生嗰一刻，喺感情選擇上面，佢一定會選擇簡單啲，亦都好坦白咁承認，當年呢段感情真係走得好辛苦，好唔容易。除了講到呢段轟動一時嘅感情風波之外，何雁詩喺節目上面仲被問到佢哋知名嘅閨蜜團入面邊個朋友最煩，佢完全冇任何猶豫，即刻就點名話係蔡思貝，仲笑住解釋話對方嘅情緒真係非常之豐富，形容對方成日一時又喊，一時又唔喊，真係好搞笑。不過講到心目中最中意嘅閨蜜，佢就毫不猶豫咁選擇咗陳瑩。佢透露同陳瑩係最早認識嘅朋友，兩個人以前仲曾經一齊同住過一段時間，所以大家之間嘅感情基礎非常之深厚，自然可以穩佔佢心目中嘅最愛位置。講到何雁詩同鄭俊弘嘅仔仔，仔仔喺出生之後不幸被診斷出患有罕見嘅遺傳病天使綜合症，去到依家4歲都仲未學識講嘢。何雁詩喺節目入面談及仔仔嘅時候，展現出無比堅強同埋偉大嘅母愛。佢話自己依家完全唔會寄望仔仔識得開口叫爸爸媽媽，淨係由衷咁希望仔仔可以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咁成長就足夠。呢番發自內心嘅母親心聲，令到同樣已經做咗父母嘅主持人都忍唔住當場流眼淚。其實佢哋一家人為咗照顧仔仔，付出咗好大嘅努力。鄭俊弘之前就提過，當初得知仔仔患上呢個罕見病嘅時候，自己真係覺得晴天霹靂，有段好長嘅時間，每日都攬住阿仔喊。不過佢哋兩夫婦好堅強，近年仲帶仔仔去外地旅遊。雖然喺飛機上面，仔仔因為興奮而拍凳，結果遭到一啲網民喺網絡上面公開審判，但係鄭俊弘都好大方咁出嚟回應，希望公眾可以對特殊兒童多多包涵。何雁詩對於網上面一啲落井下石嘅嘲諷評論，亦都表現得好冷淡，話自己唔想同嗰啲故意鬧人嘅人擺埋喺同一個層次，只會全心全意照顧仔仔。仲喺仔仔入讀特殊學校嘅第一日公開表示，永遠都會為仔仔感到自豪。另外，何雁詩本身其實係一名富家女，有6億千金之稱，以前更加係香港高爾夫球代表隊嘅成員。佢離巢之後，生活完全冇憂冇慮。之前復出樂壇，仲試過喺火鍋店免費唱咗12首歌，
而佢老公鄭俊弘亦都喺今年5月宣布離開效力咗24年的公司。雖然過去經歷咗咁多波折，但係睇得出何雁詩依家將所有重心都擺喺家庭同仔仔嘅健康上面，生活過得非常充實。第二單猛料，我哋就嚟睇下一宗家庭恩怨嘅消息。薛家燕最近出席大型籌款節目《萬眾同心公益金》嘅記者會，喺活動上面佢罕有地公開談及李家鼎同長子李永漢斷絕父子關係嘅娛樂熱話。薛家燕喺接受訪問嘅時候，一開口就力撐鼎爺，認為鼎爺做出呢個決定一定係經過咗好深思熟慮㗎。佢指出，鼎爺一直以來都非常之愛錫自己嘅兒孫，無論喺邊方面都好，照顧家庭。所以如果唔係到咗避無可避嘅地步，絕對唔會輕易行到呢一步。薛家燕更喺現場透露咗一啲內情。佢覺得作為大仔嘅李永漢唔應該成日用自己學歷低作為藉口，而唔去自力更生。佢希望李永漢可以明白點樣去做好一個爸爸嘅角色，真正負起養活自己家庭嘅責任。同時，薛家燕亦都好嚴厲咁斥責李永漢，指出佢喺母親思明離世咗好耐之後，先至肯通知爸爸李家鼎，呢種做法喺情理上面係完全唔恰當㗎。更加令人痛心嘅係，薛家燕提到李永漢對住當時正喺生病嘅鼎爺態度非常之惡劣，形容對方嘅言行舉止簡直就好似去追債咁樣，完全冇體諒過爸爸嘅身體狀況同感受。所以認為大家對呢件事都要有啲警覺。除咗講到鼎爺嘅家事之外，薛家燕當日出席活動嘅時候，自己嘅身體狀況亦都非常引人注目。原來佢喺日前為節目進行演出準備嘅時候，唔小心喺公司大堂重重咁跌倒，當時成塊臉直接撞向地面，當場覺得非常之頭暈。雖然睇到佢右邊鼻翼位置明顯有撞損、又腫又瘀嘅疤痕，但係薛家燕話自己當時並冇流鼻血，事後亦都冇去睇醫生做詳細檢查。不過佢就已經向公司嘅管理處提出投訴，雖然冇打算採取進一步嘅法律追究行動。佢表示自己受傷之後，有將呢件事話俾二女同埋新抱知，孫仔見到都好貼心咁慰問佢嘅傷勢。不過為咗唔想令身喺加拿大嘅大女擔心，所以就冇特登驚動大女。咁啱得咁橋，當日活動上面亦都傳嚟另一個令人難過嘅消息，就係演藝界嘅大前輩鐘景輝喺當日清晨於睡夢中安詳辭世。薛家燕提到呢件事嘅時候，顯得非常之難過同埋依依不捨，甚至一度哽咽。佢話大前輩能夠喺睡夢中安詳離開，其實係一種修來嘅福氣。佢好讚揚對方永遠都係大家非常敬愛，而且會深刻懷念嘅好導師、好藝人。薛家燕回憶起當年喺麗的電視嘅年代，對方做咗佢好多年嘅上司。喺佢做經典節目《家燕與小田》嘅時候，對方俾咗非常之多寶貴嘅意見。佢好感謝對方當年一手成立咗香港演藝學院，令到佢自己創辦嘅藝術中心入面有好多優秀嘅導師都係畢業於演藝學院。呢一切都係嚟自大前輩嘅傳承。佢亦都透露兩個人最後一次見面已經係3-4年前嘅事，因為對方近年年事已高，所以已經好少出門口。同場出席活動嘅仲有年輕歌手姚焯菲，佢就透露自己喺呢個星期會推出全新歌曲，而且今年之內計劃會合共推出3首新歌。由於佢有份參與嘅處境劇《愛回家》即將迎來大結局，佢都表示自己好想知道之後仲有冇佢嘅戲份。不過目前公司暫時未有為佢安排新劇。姚焯菲仲好大方咁分享咗自己喺暑假嗰陣同李克勤嘅仔仔李勒仁一齊相約去唱卡拉奧克嘅得意事。佢爆料話李勒仁喺現場好大膽咁挑戰唱爸爸嘅經典名曲《紅日》，不過佢就笑住話始終都係大李生，即係李克勤本人唱得比較好聽，場面非常之搞笑。第三單猛料，我哋帶大家去到銅鑼灣街頭睇一對非常恩愛嘅模範夫妻。現年58歲嘅電視台小生黃智賢，入行幾十年來一直都保持住零緋聞嘅優良紀錄，係圈中公認嘅愛妻號同埋模範丈夫。佢同太太 Maggie 駱佩文由少年時代開始相愛，到依家已經行過咗接近40個年頭，多年來嘅婚姻生活都過得非常低調而且甜蜜。就喺最近，有熱心嘅網民喺銅鑼灣街頭非常幸運咁偶遇到黃智賢夫婦，仲隨手影低咗一段短片擺上網，等大家可以一睹呢對恩愛夫妻喺現實生活入面最真實嘅日常相處。根據網民分享出嚟嘅影片片段可以睇到，
當時黃智賢同太太 Maggie 正企喺街角位置等埋燈過馬路。雖然喺短短嘅影片入面，兩個人並冇特別做出拖手或者好親密嘅舉動，但係佢哋並肩而立，身形非常相襯，一舉一動之間都自然流露出一種不需要言語嘅深厚默契。佢哋兩個人企喺度嘅姿態都非常之不挺，全身上下散發出一種沉靜而且極具氣質嘅高級感。企喺擠擁嘅人群之中，顯得特別引人注目。當時黃智賢身穿一件好休閒嘅灰色短袖上衣，下身就襯一條黑色短褲，頭上面戴住一頂紅色棒球帽。最特別嘅係佢腳上面着住一對非常鮮豔嘅粉紅色襪仔，令到佢成個成熟型佬造型入面增添咗唔少潮流換味嘅感覺。不過，成段影片最令人驚豔嘅焦點，絕對係企喺佢身邊嘅太太 Maggie。Maggie 當日着住一件設計非常簡約嘅藍色上衣，下身就配一條緊身牛仔褲。雖然佢並非娛樂圈中人，但係身形保養得極之完美，整個人顯得非常苗條，而且凹凸有致，全身上下完全冇任何多餘嘅贅肉。喺緊身牛仔褲嘅修飾之下，一雙長腿顯得更加之修長。最令網民讚不絕口嘅就係 Maggie 展現出嚟嘅外貌同埋優雅氣質，即使係喺完全冇任何美顏濾鏡修飾嘅路人鏡頭捕捉之下，佢嘅五官依然顯得非常之清麗脫俗，皮膚保養得非常緊緻，渾身上下都流露出一股仙氣。更有唔少網民一睇到影片就驚呼，覺得佢嘅神態同外貌同知名女星紅姑鐘楚紅有幾分神似。而且好細心嘅網民仲發現 Maggie 喺等過馬路嘅過程入面，其實好明顯已經意識到旁邊有人正喺用手機偷拍緊佢哋。但係佢完全冇表現出絲毫嘅反感或者唔高興，反而好溫柔咁轉過頭望向鏡頭，仲好大方咁報以一個非常甜美嘅微笑。呢種從容不迫、大方得體嘅態度，真係盡顯佢個人嘅良好修養。其實黃智賢同太太 Maggie 嘅愛情故事，真係好似編劇寫出嚟嘅浪漫橋段一樣。佢哋兩個人識於微時，喺少年時代就已經認識。當時黃智賢嘅家境非常之窮困，佢喺一間餐廳入面做兼職侍應嘅時候，因緣際會之下認識咗 Maggie， 兩個人好快就墮入愛河。呢段感情喺過去經歷咗好多次嚴峻嘅考驗，最令人感動嘅係黃智賢喺年輕嘅時候曾經因為投資失利而輸掉咗整整20萬港幣。對於當時嘅佢嚟講，絕對係一筆天文數字。但係就算喺自己經濟最困難嘅時期，佢依然咬緊牙關，堅持出錢送女朋友去外國讀書，支持佢去追尋自己嘅夢想。兩個人經歷咗多年嘅愛情長跑之後，終於喺2004年正式步入婚姻嘅殿堂，至今結婚超過20年。由拍拖到依家相愛足足接近40年。黃智賢以前為咗可以有更多時間留喺香港陪伴太太，喺2004年嘅時候做咗一個好重要嘅決定，就係選擇重返電視台工作。佢過去喺訪問入面提過，因為太太 Maggie 以前已經好習慣加拿大嘅生活，甚至剛回港嘅時候講廣東話都有少少困難。佢深知太太嘅性格未必可以適應香港嘅生活環境，所以自己喺工作上面嘅所有重大決定，永遠都會將家庭同太太擺喺第一位。結婚之後，佢哋兩夫婦達成咗共識，決定唔生育小朋友。不過佢哋就養咗3隻非常可愛嘅愛犬，將所有母愛同父愛都投放喺狗狗身上。一家5口依家開開心心咁住喺西貢一間複式村屋。據了解，佢哋喺早年以接近900萬港幣嘅價錢購入呢個物業。隨住時間過去，物業如今已經大幅升值。呢座豪宅內部嘅裝潢非常之有個人品味，因為 Maggie 本身係一位熱愛繪畫嘅畫家，所以全屋都掛滿咗佢自己嘅大量畫作，令屋企充滿咗濃厚嘅藝術氣息。而一向非常熱愛下廚嘅黃智賢，亦都經常會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自己入廚嘅樂趣。佢屋企嘅開放式廚房設計得非常之寬敞明亮，廚房設備一應俱全，旁邊仲有一大片落地玻璃門。一打開就可以行出去一個飽覽美麗山景嘅大露台，而喺屋內另一層仲有一個可以將無敵大海景盡收眼底嘅露台，等佢哋兩夫婦平時可以喺度種植花草，享受日光浴。整間屋都散發出一種歐洲小屋嘅休閒度假風情。談到維持咗接近40年的夫妻相處之道，黃智賢亦都好大方咁公開分享佢嘅教科書級秘訣。佢坦言，天底下所有夫妻都一定會有鬧交嘅時候。
後，但係每當發生爭執，佢自己一定會要求自己先停一停，平復情緒，然後用心去聆聽老婆心入面最真實嘅諗法。佢認為兩個人相處，只要有心去磨合，就一定可以排除所有難關。佢更自爆自己平時會定期買花送俾中意花嘅太太，喺平凡嘅生活入面製造一啲浪漫嘅小驚喜。佢好真誠咁講，自己其實非常之在乎太太欣唔欣賞自己做嘅事，就算只係簡簡單單煮一餐飯，或者喺屋企插一盆花，只要太太開口話中意，自己就會覺得非常之滿足同開心。佢形容兩個人嘅世界本質上就係我取悅你，你取悅我。呢番閃到爆嘅言論真係令到唔少網民都大讚佢係不折不扣嘅絕世好男人。多謝收睇 Girls Mood， 唔知大家對於以上幾宗消息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